苗的报道。明年的总统大选应该会是三卡都。对国民党来讲，侯友宜要安怎来化解初选的争议，团结士气，外界拢会看。早起侯友宜是表示讲，又打电话给小田郭台铭的地方首长，望大家团结向前行。另外，台北市的前副市长黄珊珊嘛宣布要担任国文地2024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总干事。副总统赖清德早起是甲经济部长王美花做伙去视察保利水库。竞选2024总统大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，为修补党内初选的心结，传出侯友宜要打电话给天贵派的县市首长，寻求党内团结拼选战。我们大家要一起团结，来守护中华民国，爱台湾这块土地。我要跟大家心连心，一起共同打拼。那一天晚上的致意，就是大家团结一致向前走的时刻。中央时报评论定调侯友宜是国民党要行中路线，国家侯友宜两番议题亲像一张白纸。对这样代志，侯友宜回应守护中华民国，让台湾更较美好，努力和平永续。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舰队是渐渐形成。台北市前副市长黄珊珊18日面册宣布接郭文铁竞选总干事，讲郭文铁是政坛必要的存在。副总统赖清德再去由经济部长王美花陪伴视察保利水库。面对未来气候的变迁，中央政府一定竭尽所能的去开发水资源，然后去进行这个调度备援，还有这个各项的这种策略。来达到稳定供水这样的目标。唔那是在形成走风基前，赖清德嘛开始进攻空战，抢攻少年人的选票。唔那 YouTube 陆续有推出个人的影片，18暗时伫官方的 IG 庆贺突破10万的迷众追踪，特别家己翕影片，感谢迷众长期的支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